網上買害當買個期待，點知遇到騙徒真係好無奈，收咗1600蚊就拒絕發貨走開，將人哋嘅信任當做一場博愛。好彩有終於先睇清呢個世代，決定要挺身而出，將正義裝載。旺角站內設下一個擂台，假扮買家要將騙徒反過來對待，任你幾狡猾都走唔出呢個毒內。即場截停我起手機錄影拍落嚟看財，一字一句喝令你將錢交返出嚟至離開。條友普通話扮傻話唔知好彩，想扯大甩搵機會流走去外面賽。奧菲利亞唔放手，扯十背囊唔俾你離開，大聲喝即揭穿你賣假貨嘅悲哀。全場圍觀睇你點樣收場同交代。旺角站內設下一個擂台，假扮買家要將騙徒反過來對待，任你幾狡猾都走唔出呢個局內。即場截停我起手機錄影拍落嚟看財，一字一句喝令你將錢交返出嚟至離開。選美出身唔代表冇膽量去作賽，口罩小姐更有客裏嘅風采。為咗公義弱質纖纖都可以好精彩，1600蚊是小道理先係最緊要嘅承載。着上風傳大家都為你喝彩，自破波鞋講呢份勇氣最可愛，邪不能勝正騙徒終需要落台，正義戰聲寫下最精彩嘅一頁在未來。